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。講起愛回家之開心速遞，大家一定識神婆素素啦。但原來呢位甜美可人嘅古佩玲 Kelly， 2019年參選香港小姐嗰陣，已經係全城熱話，有傳佢係空降入嚟，仲有神秘後台添。今日就同大家八一八佢當年嘅競選內幕同花絮，空降參選神秘第15人。2019年港姐原本已經揀咗14位佳麗，仲安排咗佢哋去髮型屋變髮，點知臨尾突然殺出一個古佩玲，變咗第15位候補佳麗。最搞笑係佢嗰日遲大到，連髮型師都未幫佢整到頭，佢仲要笑笑口話係公司安排，我聽日先整啦。呢場免面試直通車嘅參選港姐操作，令外界紛紛揣測係咪有特別後台，爆冷奪季軍。176萬票奪最喜愛香港小姐。決賽當晚，年僅19歲嘅古佩玲以黑馬姿態擊敗大熱蔡嘉欣，爆冷奪得季軍。更誇張係佢喺網絡投票入面以176萬票拎到最喜愛香港小姐頭銜。當時已有傳言只係佢父親動用內地嘅人脈跨海拉票，不過 Kelly 就堅稱唔關事，因為我係全力以赴。身家背景惹揣測。網民起底話佢父親係內地前幹部，後轉型從商，坐擁過億身家。被問到父親做咩生意，佢就語氣含糊：爸爸同哥哥都係做生意，我唔清楚，佢哋成日周圍飛，我冇問過爸爸。呢番話更加引發網民熱烈討論，家人撐場，感動落淚。奪季軍當晚，媽媽、哥哥同阿嫂都有到場撐場。Kelly 同家人合照時忍唔住落淚，仲話每次入選都好感激，之前入到8強已好知足。可以睇到佢雖然有空降標籤，但都係真係好努力。選美難忘回憶，才藝表演羨親。2025年港姐決賽當晚，Kelly 以歷屆港姐身份返嚟做嘉賓，回憶起當年選美最深刻係才藝表演玩水環節。嗰陣時要玩水，喺台上面有水花，我好驚跣親。其實嗰人都有跣親，所以我覺得啲佳麗好勁。回不去的港姐舞台。2025年再現身試裙嗰陣，Kelly 回想當年選美片段，差啲喊出嚟。我一開始選美嗰陣19歲，一步一步走到而家，自己真係成長咗好多。由新人變 TVB 力捧花旦，佢用幾年時間證明咗自己嘅實力同人氣。好多觀眾睇《愛回家》都話佢啲戲屎，但係公道啲講句，其實演技係要磨練㗎。佢係新人，又冇咩社會歷練，所以演技發揮唔到，一啲都唔出奇。你點睇古佩玲當年嘅空降傳說？你覺得佢係咪真係有神秘後台？